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大師傅裝修公司嘅 channel 啊！今日咧，我同大家嚟睇下一個位於觀塘安秀苑嘅全新居屋單位啊！呢個單位面積係大約450平方尺，我哋將佢改造成2房1廳嘅間隔。非常感謝屋主對我哋公司嘅信任，選用咗我哋公司嘅全拆裝修套餐連埋升級工程嘅。今次呢個單位工程項目係包括有新鋪客廳同埋房間嘅地磚啦，更換廚房廁所嘅牆磚同埋地磚啦，新安裝窗台石啦，新安裝全屋嘅家私包括睡床、衣櫃、獅子櫃、電視櫃、展示櫃啦，新安裝房門、廚房門、廁所門啦，新安裝櫥櫃、浴室櫃、鏡櫃、玻璃玉屏，仲有廚房廁所假天花連 LED 筒燈，全屋水電油7年清潔費，連工包料合共318800蚊，我哋係絕無其他附加收費，以成為本。廚房呢邊呢，我哋採用咗上下櫥櫃嘅設計，下方櫥櫃預留咗位置擺放洗衣機，上方櫥櫃屋主選用咗呢款淺啡色嘅面板嘅，工作台面呢採用咗深啡色嘅石英石，洗手間啡色嘅木門襯黑色嘅手柄，而洗手間我哋將佢改造咗乾濕分離嘅設計。喺淋浴區呢邊呢，我哋安裝咗呢度黑框嘅玻璃台門啦，而近門口嘅位置我哋安裝咗鏡櫃同埋洗手盆櫃啦。睡房門呢採用咗洗手間同款嘅木門啦，而呢間睡房我哋分別同客戶訂製咗呢組嵌入式嘅地台床啦，而呢邊有一組到頂式嘅儲物櫃連書台啦。另外睡床嘅上方我哋安裝咗呢組掛牆式嘅展示櫃。睡房門呢，我哋採用咗隱藏門嘅設計啦，而呢間睡房我哋分別為客人訂造咗一組嵌入式嘅地台床啦，而另外呢邊亦都有一組到頂式嘅大衣櫃連書台。客廳嘅門口嘅位置我哋安裝咗一組到頂式嘅獅子櫃啦，而客廳嘅另一邊呢，我哋有一組坐地式嘅電視櫃。另外為咗增加收納空間，我哋喺客廳近窗門嘅位置呢，安裝咗一組地台櫃。